好多人喺福田都喺商場食，包括我。但係今日帶大家嚟一條食街。介紹其中一間好有氣氛嘅居酒屋，呢度有炭燒串燒、關東煮、魚生刺身，仲有我最中意嘅鐵板燒。碰個杯，正式開始。先嚟一系列嘅炭燒串燒，咁多串燒入邊特別要 highlight 呢個燒脆肉丸，爆晒汁啊！呢個脆肉丸好正，好少食到用炭燒嘅方式食脆肉丸。再嚟嘅就係潮汕五花子，亦都係牛肉小腿對上少少嗰個部分，非常之濃郁嘅味道。第三個要介紹就係呢個紫蘇梅肉，其實係雞翅膀旁邊嘅塊肉，非常之爽口彈牙，加上上面濃郁嘅紫蘇味，好好食。轉一轉場景，食一食關東煮。呢個關東煮我覺得係 fusion 菜，就係將廣東牛雜同埋日本嘅關東煮結合埋一齊，我覺得係做得非常好味。佢哋三個醬汁都係特別調配過，我就中意個沙茶醬。佢個湯原來係用咗成個居酒屋嗰啲雞骨去熬出嚟嘅雞湯。中意食魚生刺身，呢度一樣有，仲可以試下順德鯛魚魚生。順帶一提，呢度開到凌晨2點幾，想食宵夜嘅呢間氣氛唔錯。如果仲未夠喉，可以食埋呢度嘅鐵板燒。我哋要咗個韭菜芽菜炒豬肝，我就好中意食嗰啲韭菜芽菜啦，索晒啲汁。和牛多士、鵝肝多士一樣有。飲完酒想食少少澱粉質嘅，我老婆好中意呢個飯團，入邊充滿芝士。真係介紹埋最後兩個餸，第一個就係大阪燒，我覺得做得好食啊，入邊椰菜、煙肉、魷魚，仲有少少蝦，最後放少少沙律醬同埋海苔粉，用料十足，而且煎到好鬼香，真係最後一個啦。仲有個芝士烏冬，好濃嘅芝士味，超攻鼻。飲咗酒食呢個就 very good。好有氣氛嘅一間居酒屋，呢度係開到2點幾㗎，所以想食宵夜都可以過嚟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喜歡介紹，拜拜。